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10分鐘去旅行。上一集我哋介紹過被譽為奢華旅遊天花板嘅東方快車，喺架車2日1夜嘅行程，由巴黎去威尼斯，瞓碌架床嘅普通艙2個人都要10萬蚊港幣。車上面有極度奢華嘅餐廳同埋酒吧，仲有米芝蓮大餐，係難得一見嘅旅程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返片尾嘅連結。落咗火車之後，我哋就坐船去大運河上面嘅聖 Regis 度住一晚。威尼斯呢個水上都市有自己嘅魅力，我哋已經第3次嚟，依然覺得好靚。我自己覺得搭水上的士喺大運河行呢一轉係最好嘅體驗方法。呢啲水上的士可以係拼船，又或者係自己包船。私人包船嘅價錢15分鐘嘅船程大約係800蚊港紙。呢個價錢係普通水上的士。如果指定要木製嘅威尼斯水上的士，價錢就會再貴啲。船艙大約可以坐到6至9個人，前後都有位可以企起身影相。私人包船上水上的士嘅官網訂就得，非常方便。我哋今次要介紹嘅聖 Regis Venice 呢間酒店嘅前身係1895年已經開幕，殿堂級畫家莫奈、弗洛伊德、丘吉爾同埋戴安娜王妃都曾經住過呢度，喺大運河上面最具標誌性嘅酒店。喺重新翻修之後，喺2019年正式變成聖 Regis Venice。酒店有3棟建築物呈一個 U 字形，喺威尼斯嚟講屬於比較大型嘅酒店。酒店有個私人碼頭，旅客可以直接坐水上的士泊喺門口，成個感覺好似電影嘅橋段咁，好有威尼斯嘅特色。酒店嘅位置非常靚，正對住安康聖母大殿，呢一個係大運河上邊最著名嘅建築，係為咗感謝聖母瑪利亞庇佑威尼斯人度過咗黑死病而建造。酒店喺大運河邊有好靚嘅餐廳同埋酒吧，可以一路食嘢一路望住大運河上面嘅貢多拉。呢個我哋一陣間會再介紹，而家入咗酒店入邊先。酒店結合咗5座17世紀嘅宮殿而成，而其中一間就係著名嘅 Grand Hotel Britannia。地板用咗威尼斯傳統嘅水磨石，而啲家私嘅形狀都特登整到好似貢多拉嘅船身咁。天花呢座白吊燈係著名藝術家艾美味嘅作品，全座都係用咗威尼斯最出名嘅 Murano 玻璃製成，繁複奢華得嚟又有柔和夢幻嘅感覺。成個大堂寬闊明亮，而且有格調。呢樣嘢喺威尼斯，尤其是大運河上面嘅酒店嚟講係比較難得，因為一般運河上面嘅酒店都比較細同埋古老，入邊係昏昏暗暗咁樣嘅。除咗私家碼頭之外，聖 Regis 仲有一個門係喺陸地上面嘅，喺呢度行出去就係名店街，距離著名嘅地標聖馬可廣場行過去只有3分鐘。酒店嘅位置簡直係一流，由於係由5座宮殿組成，酒店嘅房間係分散喺唔同嘅位置，中間有啲好有特色嘅走廊接駁，呢度仲可以睇到威尼斯嘅市區景。管家而家帶我哋去我哋間房，呢間係酒店嘅特色套房 Santa Maria Suite， 成間酒店淨係得一間，佢嘅面積係1700幾尺，春夏天嘅旅遊旺季，每晚房價大約係8000幾蚊歐羅，折合港幣大約8萬蚊一晚。我哋本身唔係訂呢間房嘅，
多謝酒店幫我哋免費 upgrade， 等我哋體驗一下威尼斯奢華住宿嘅天花板。間房有好闊落嘅客廳、飯廳同埋一個超大嘅天台。飯廳嗰邊嘅天花板保留咗本身古老宮殿入邊用嘅橫梁，完美咁將歷史融入咗現代嘅奢華感。跟住就睇下呢間套房嘅賣點，超大嘅私人天台。呢個天台嘅面積超過1000尺，而且係分層嘅。喺寸金尺土嘅威尼斯嚟講，算係非常罕見。呢個天台可以完全無遮擋咁望到對面嘅安康聖母大殿，仲可以俯瞰成個大運河嘅入口，同埋一大片傳統威尼斯嘅紅磚屋頂。呢個套房之所以咁貴，完全係因為呢個天台。呢度有2張太陽椅同埋一個4人餐台，有度假式嘅梯級木地板，仲有個好大嘅太陽遮。除咗大運河景之外，呢度仲睇到威尼斯嘅市區景，仲望到聖馬可廣場。呢個方向仲可以睇到威尼斯嘅日落。不過呢間房距離大運河就唔係好近。酒店另外有啲套房係直頭喺水邊，嗰啲就真係好似電影《The Tourist》入邊，打開個露台，耷低頭就望到水。客廳同埋飯廳嘅裝修都好雅致，不過以呢個價錢嘅套房嚟講，佢嘅面積就唔算好大。而家我哋一齊去睇下間睡房啊！睡房都一樣係望到安康聖母大殿。呢條走廊都有1級樓梯，唔知呢度係咪已經接駁咗2棟唔同嘅建築物呢？右邊呢個係煮浴室，我哋一陣間再睇。睡房一樣保留咗舊有宮殿嘅橫梁，面積唔算好大，個裝修低調得嚟都算典雅。個特大雙人床軟硬適中，瞓得好舒服。兩邊床頭櫃都有 USB 插電位，側邊仲有成埲牆咁大嘅衣櫃。睡房呢度仲有2隻落地玻璃窗，打開之後係一個好似法式露台咁樣嘅欄杆。呢度望正安康聖母大殿同埋下邊嘅大運河，個角度同天台有啲分別，但係一樣咁靚。呢度望落去就係酒店嘅河邊酒吧。呢個位仲可以見到好多貢多拉船喺度不停行出行入，有啲仲會唱歌添。跟住睇埋個煮浴室，煮浴室就喺睡房側邊嘅走廊嗰度，面積同埋裝修都不過不失，符合對一般瑞吉酒店嘅期望。個大細同香港瑞吉酒店嘅一般房差唔多。成個洗手間由地板、牆壁、洗手盆全部都係大理石。洗手盆上面嘅梳妝鏡整得好靚，佢啲花紋好有威尼斯特色。有標準嘅雙洗手盆設計，全套衛浴用品齊全。有全套戴森風筒同埋造型產品，有獨立嘅坐廁同埋淋浴空間。呢個位置幾闊落，個淋浴區好大，有舒服嘅 rain shower。個套房仲有個客廁喺客廳嘅另外一邊，對面仲有個 pantry。有洗手盆、微波爐、咖啡壺呢啲。拍緊間房嘅時候，分別有工作人員過嚟送行李同埋點心，仲會幫我哋準備埋酒店送嘅迎賓香檳。
仲會送我哋一塊傳統嘅威尼斯碎餅蛋糕。每一間瑞吉酒店喺黃昏嘅時候都有一個軍刀開香檳嘅儀式，呢度亦都唔例外。呢個傳統嚟自拿破崙時代，佢會用軍刀去斬斷香檳嘅樽頸去慶祝勝利。瑞吉酒店用呢個儀式去慶祝每日嘅日夜交替。參加完呢個儀式嘅賓客，仲有杯香檳可以飲。Cheers！ 跟住我哋去睇下早餐。早餐喺酒店最受歡迎嘅河畔餐廳度食。呢個餐廳喺正大運河嘅側邊，望住安康聖母大殿，係威尼斯其中一間最靚嘅餐廳。每日晚餐都座無虛席，需要早幾個禮拜訂位。呢度喺正大運河嘅入口，係交通要道，係水上的士同埋貢多拉嘅必經之地。餐廳前邊仲有傳統嘅威尼斯木樁，用嚟停泊一大排嘅貢多拉，非常之有威尼斯特色。仲見到有人喺度影婚紗相添。呢度嘅早餐係半自助形式，可以喺餐單度嗌主菜，主要係蛋料理同埋 pancake。另外佢仲有簡單嘅自助餐，提供一般自助餐有嘅麵包、冷盤、麥皮同埋水果。啲食物嘅選擇屬於不過不失，造型都幾精緻，味道好好。自助餐呢度仲有少量嘅西式熱盤，例如蘑菇、蛋、腸仔呢啲，仲有各式各樣嘅鮮榨果汁。整體嚟講，啲食物嘅質素屬於不過不失，而個環境更加係100分啦。我哋入住當晚本身都想喺呢間餐廳食晚飯，但係真係 full 晒。管家就盡力幫我哋安排喺側邊嘅酒吧揾到個位。酒吧就喺餐廳隔離，亦都係對住大運河，基本上個景係一樣咁靚。呢度有啲細台可以望住運河景，亦都有啲梳化位可以望到酒店嘅內園。我哋嘅酒店房就喺呢棟建築物嘅頂樓啦。我哋嘅晚餐喺度簡簡單單食咗個披薩，呢個披薩加2杯可樂，價錢係500幾蚊港紙。雖然對我嚟講有啲燶，但係味道都幾好食。食完飯，我哋帶大家周圍行下，除咗可以好輕鬆咁行去聖馬可廣場之外，行去大運河上面嘅學院橋只係需要10分鐘。呢條橋係威尼斯大運河上面4條著名嘅橋其中一條。由於佢最接近大運河嘅入口，亦都可以望到安康聖母大殿。呢一度就係威尼斯相片入邊嘅經典位置，可以一次過影到大運河、安康聖母大殿同埋兩邊嘅古老建築，仲可以睇到日落添。呢條橋上邊好多人，如果想要影靚相，就要早啲嚟呢度霸位，而且呢個位置比較多扒手。我哋上次嚟呢度差啲被偷咗電話，所以大家記住要小心啲啊！睇完學院橋，我哋而家去睇下黃昏嘅聖馬可廣場。沿路嘅橫街窄巷都好有特色，隨處都見到貢多拉。貢多拉獨立包船，一節大約係100蚊歐羅。幾分鐘就行到聖馬可廣場，呢度係威尼斯最出名嘅地標。呢度由幾個建築物組成，分別係聖馬可大教堂、總督宮、聖馬可鐘樓同埋有100年歷史嘅咖啡廳，係所有遊客必到嘅地方。所以日頭嘅時候，呢度真係人山人海。住喺威尼斯嘅好處就係可以喺黃昏嘅時候嚟，呢度多咗一份悠閒恬靜嘅氣氛。廣場嘅兩邊都有迴廊同埋咖啡廳，好多咖啡廳都會有現場音樂表演。成個廣場樂韻悠揚，又唔多人，氣氛真係好好。我哋住咗一晚就要離開威尼斯啦，下一站我哋要去著名嘅度假勝地科莫湖 Lake Como， 嗰度係意大利北部最著名同埋最奢華嘅度假勝地。我哋下一集會同大家介紹。
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頻道，記住訂閱同埋 like，等我哋帶你10分鐘去旅行，亦都可以去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 交流下。咁我哋下一集喺科莫湖見啦，拜拜。